来要来吼。因啊应该伫即个之前一段最后是结束，咱学练一遍，咱老岁咧学练一遍。寄情在 K 书馆，寄情在 K 书馆。如何是不留意？如何是不留意？书馆，书馆。自性无非，自性无非，无痴，无痴，无乱，无乱。念念发界观照，念念发界观照。相离不相，相离不相。自由自在，自由自在。纵无情境，纵无情境。有何可立？有何可立？自性自我，自性自我。顿悟顿修，顿悟顿修。亦无长处，亦无长处。所以不留一切法，所以不留一切法。诸法即灭，诸法即灭。有何处体？有何处体？自行礼拜，自行礼拜。愿为接书，愿为接书。雕饰不害，雕饰不害。这段就是因为咱合作会员这个志行当然伫工程师受到了这个新秀大师来到这个合作高铁这个所在吸到了咱合作会员的这个实相这个管理。因为当然，咱嘛知影讲，因为这个新秀，伊了解，伊无得到了合作的这个成法，但是呢，因为到了合作进去了后，当然，因为新秀家己嘛做清楚，而我今天的内底当中，同时嘛要请到这个这个新秀做故事，但是新秀嘛知影我无得到咱合作的想法，因此呢，伊嘛实在有一点讲，因为若要甲讲起来，真正的作为是来做会员比较好，但做起也方便一些。因此当中呢，有一天嘛是的时阵要邀请到志成。当然，透过新秀大师，你来邀请到做会员来到了东禅寺来做学术。不过呢，因为咱来做会员，伊毋是按迄个名相，伊嘛是按迄个地位，伊嘛是按迄个国师的迄个样式。当然，伊就讲我人老啦吼，我嘛无想要去吼。所以因此，伫迄个当中呢，迄个时阵要甲吸到了咱合作的法，所以暗将伫迄个班上的内底当中，叫咱的时阵即个我合作会员了解内底即个细作细作，所以伫迄个当中整个因过程，包括伊问到迄个合作，问到。这个伊的整个发展了后，所以呢，伊到尾啊一段，因为虽然讲头一段，伊所问回答了，即摆后面一段志成再提问，迄个志成最后一段再次这个问到伊的大师来做在 K 书馆，如何是不留意？当然啦，即回是讲，立法教授，有一个了义，有一个了义，有一个叫做不了义，立法教授这两个不一样，但是这个不留意，这个不留甲留意这两种有相像，咱即摆先来讲这个了义。这个是咱叫做了义，就是清清楚楚了解了如来伊的实相，因为伊清清楚楚了解了如来实相，这叫做了义。不了义就是讲，因为伊虽然伫咧经典，但是因为伊无
来是去了解如来实相，照着文字的方法，照着文字方法道去甲引入了伊的这个实相，迄个做接着文字的方法。但是了义就是讲，伊清清楚楚这两种无相像的物件连来的，他清清楚楚的出来讲，咱今日来到这个所在，我今日对真理的实相，我完全做了解足清楚。这叫做了义，嘛我了解如来的实义，甲你讲就这样。不了义就是讲，我虽然是了解到佛陀因所留落的经义，但是因的当中，我是透过着这个文字的引导，透过着文字的宽卡方便，叫做权巧方便，要让你能够以真正如来实义，这两种无相像啦吼，安尼你才会知影。接着讲，了义就是讲，我看到日头啊，唔免你去头讲。不了义就是讲，我透过这个镜头来去比头，但是因为照着我这个镜头引致去看日头，这是两种。了义就是你马上去看到，甲就讲你叫做开悟，你了解，叫做了义，讲了义。但是因为这句话讲如何不入义，这个要注意哦。迄个义本来何来的？本来无分何来的？哦，所以你因为咱一般顶世俗的人，因为虽然咱照着文字了，但是因为咱照着文字，咱背袂会，谁人背会？因为咱照着文字，咱是执着的文字，安尼就对啦。所以我过去跟恁讲，一经无经，分得老讲。无说所说本来的，一定甲你讲得足清楚。哦，若有人言，如来就说这是报恩。哦，他说有人讲到如来的讲法，讲义法，这是报恩。咱平时你看到人，听到讲话为啥？明明佛陀对伊个讲经说法给人听，是安怎？因为伊讲，咱讲伊咧讲这道理，甲咱讲伊咧报恩。所以呢，必须咱是三经之中，我是咧赞叹如来变化报恩。这句话重点伫这个所在，这句话重点就是你是执着，迄个执着，你执着一个如来的说法，那安尼当中，你对迄个心，就叫这个报。你我通过弘扬如来，所以呢，因为你唔捌，我照着这物件互你捌。不能你必须把这个物件啊当作我要买的物件，其实这不是你要买的物件，这物件不是你要买的物件，你要买的物件是透过着，因为这个文字搁叫你看到这个物件，这个叫做实义，这个叫做不了义，这个物件，这个文字这个不了义，这个实义就透过文字搁叫你看到这个物件，安尼叫做了义，好，这道理是讲。但是如何不入义？你讲我要安怎唔能够文字bắt着？要如何无去学这道理、这义理互bắt着？安尼就对啦吼。所以迄个当中，咱若过去咱讲过，若有因缘，如来说这是报恩。好，若安尼当中，如来是咱来讲一句话，伊就是要讲，叫你就先去接受我这个文字。我这个文字就是一种方便的方法，一种方便的权法。这个是叫做权巧方便。但是当你这个实力了了，你才要爱讲，你这里面爱下掉。那就讲，然后当然，我若讲道理，众生爱死在道理上；我若讲道理，众生就死于理上。这句话就是讲这个物件，因为众生是在死于理上，因为众生就讲我听出来说法这个物件，就是对，是真的。其实这拢是一个反教方便的法，就是咱拄则讲的，这拢唔是真正咱爱要买的物件。咱爱要买的物件就是哪？就是透过着这物件去了解你有一个空性，你有一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迄个实义，迄个是真正真实有义，咱环境嘅方式，你了解。但是因为如何不入义，我要透听这个道理，
我要安怎他会无去接触这文字？一句话是安尼讲啦，吼，就是因为差不多这块咧讲，啊，你用七中国，咱用七中咧，像爱上吼，我是听我太太咧讲啦吼，一个是讲书啦吼，讲书讲，咱爱上我这同修啦吼，伊讲了足好个啦，因为咱爱上大陆已经环境，你来咱了解，会当学习。咱了解伊是什么代志，但我也听啦，伊讲伊可能出家一个，那是阿妹出家，但伊讲伊速度出紧嘞，紧足紧就对啦吼。但咱好也听，不过因为咱想咧讲就是讲，咱要透过这物件，毋通叫这物件发生，这是因为咧今日咧读的重点吼。书法，这句话就是啊。就是迄个志向咧问的啦，咱来知影，因为咱咧看经典就是代表到底这句话是啥人咧问的，这句话有啥物解释？书法就是讲，因为这个思想在体或就是在于读书如何不容易书法讲嘛，自性无愧，无痴无乱，连这相离不相，自由自在，好这样子物件吼。伊讲讲这个自性。咱拄则讲到伊个自性，因为这义就是要求到伊个实相，真理发生内底。要到真理发生内底当中，你这物件，你爱了解这物件最重要。你这物件若不执着条咧，安尼像你要到迄个物件就可能，要到迄个实相就可能。所以就来讲啊，自性无畏。自性啦吼，咱这自性无一个非，甲无一个是啊。迄个是甲非是咱人的思想的转变，你自性内底无非，我请问咱各位，电，这个电啊吼，这个电咱个叫做自性吼，咱个叫做自性吼。但是这个电的内底当中啦吼，伫这个当中是。伊无有一个选择性的物件，后边的物件，这个来过来。伊这个电，伊是一个无为，人咧讲这个无为。无我这个电表电脑，我这个电表，我这个电表电脑，我这个电表电脑，我这个电表公表，我这个电表电脑，我这个电表啥物啦？伊这个无这物件。毋过呢，伊落来当中打那个通，这个叫通。通达，这个是通达，所以你讲到嘅伊本质性内底当中，这个思想咧，这个思想，这个思想，这个思想，伊无对立，这个规就是讲，伊自身本来这个无对立，它没有对立法，但是落来就讲，落来就是讲，我今日若是电脑的构造，我是电脑上的样。我这个电若互一个，迄个个电灯、二公灯的灯泡，我这个电若互一个电炉，伊会当来做哦。所以落来，这个人通得落来，若无这个落来，伊袂通袂得，伊就做袂通袂得。但是因为伊讲如何不容易，就是伊讲到这个来，讲到这个。这个物件就咱花过有关的比喻，就是参照一杯水现象。这杯水的内底当中，伊叫做不容易，水不容易。你泡咖啡、泡茶、泡一切物件，是了解水。但是因为你这杯水的本质、伊的本质、伊的本质，这本来是因为伊叫做不容易、不灵、不灵。伊无入一个这个义理，无入一个这个义务，入一个这个义理里内底当中，那按这个本质变，袂使有本质里内底，看见无？这个最常见，咖啡、咖啡、咖啡、咖啡，那么你的水无，你会变分，你就话你茶好茶，但茶是黄色的啊，咖啡是黑色的啊。
但是伊的本质有离开着无色啊，甲有色而无啦。所以即杯水所有的物件，包括你的臭水，包括你的毒水，包括一切水，伊水的本质就是无有一个，就是不离味。伊一定无不离味。伊若有一个离味，就是有分别出来啊，它就有分别，伊就有分别啦。这是安尼，伊即摆咧讲。但是咱呢，后边写什么？自信内底当中无血，嘛无痴，嘛无乱，伊无一个物件。咱拄则讲诶，我对电灯，伊的电的本质是伊无讲我紧着，我电一定会讲，啊，就我电一定会安怎？伊无这物件。但是散离一切啊，一切散去一切，就开始叫做功用啦。哦，什么叫做功？咱是说讲，这个电叫做体，呼叫做用，啊。体甲用合作的叫做哪？叫做功用，敢是？功能啊，就是因为伊咱这个电的本体加入二公斤，伊的功能就是哪光嘛，有无？伊就是光嘛。伊这个叫做功能就走出来了。啊，但是伊咱常讲叫做哪？叫做空嘛，有嘛，空有。你袂使离空有的物件嘛，空有不二，即爱不二嘛，袂使离二嘛，袂使离一个二不离二嘛，你不离二嘛，空有不二不二嘛，空袂使离空离有中，有离空中，哦，你袂使同当离去，哦，空有不二，咱断万言嘛，断外言嘛，万言就是安怎？因为空对空性，离空性接近的有当中一个缘起，离空性接近缘起的物件，但是你有法当然无会甲你绑着，安尼叫做断难言。那欲见因性，即传言法。即传言法，我欲见你若看到这个言性，是不是？言性即是不相，言性就是因为这有一个性质啊。离言的内底，离性的内底起了一个言，所以你空这个有叫做言。这个自性叫做空性，而空性的内底当中有言，若安尼当中呢，因为你是空性在做代志，你无言甲你带走，因为你这个有清净，你这毋是色，你这毋是色迄个所在，毋是色。哦，伊若是色，那伊是为迄个所在，毋是色啦。啊，所以若为迄所在当中，伊无叫这言带走嘛。无一点输出一言嘛，无顺言无随言嘛。啊，所以别人讲欲见因性，你言的内底有一个本性，言叫有，哦，欲见因性，这个性，这个主，这个空间的性，即传言法，现在即传言法，因为咱头先讲的，你这个性咧利用这个言，好，就刚才讲的讲，我今日。是一个足清净的自性，但是我看到一切事物内底当中，叫做眼见心不乱，我的耳听心不烦。迄个眼见，迄个见就是眼，安尼条无？眼见心不乱，啥物心不乱？因为你用的是性的经验，眼见就是迄个眼气，耳听。你刚听到迄个言气，
但是性格是安尼性格法，因为你用你清净的本体来经营，你毋是用着迄个复杂性来经营。啊，那安尼当中，你这10年北，你是无迄意念甲你北去。咱即马是爱经营甲你北去。人讲看电影，啊，就生一个囝，啊，人讲工作就刷刷，啊，去操作等等。因为你听到声，你就都跑去啊。所以咱去问迄个人讲，伊讲用意识电话，用音声电话，拢是音声的即个电话。哦，你袂使去用哪，袂使去用即个用意识电话，袂使去这声色，这声甲色，声电色声向微触发这个了解，色就是形形色色，用意识叫你用意。佛陀当时伫《金刚经》第5内底当中，叫做如理实现，伊安尼讲，说无的就有的可以心上得见如来吼，不了世尊，不可以心上得见如来，如来说心上就是心上，现在这个心上，这个心上，这个心上，就是如来有32相，有非常正好，32相。以如来心性，会当得到如来发心无？不了世尊，袂当。迄个色，这个心相，这个色相嘛。啊，你用如来心相，要看到你如来不色，你肯定要自色，因为你叫这心相不了嘛，不了世尊，不可以心相得见如来嘛。就是拄则话，用意识电话，用音声叫我。可以用着如来咧讲的道理，来证明如来的道理，甲看到如来发心无？不了世尊，这种无可能的物件，因为这物件放袂掉。不了世尊，如来说心上只有心上，听好。如来讲的心上，后边有人啊，这个心上叫元气，啊，即非。叫做哪性空啊？有无？人迄有第2句话伫内底，欲见心相，这个元气，因为你当时佛陀出世当中，我做伙，那叫做心相，看到佛陀这个庄严的相，嘛有听到佛陀讲的这个好的道理，叫做音声。但是你心相内底当中，看到佛陀的时阵，你感觉到这个佛陀咧搞头标。你爱破除迄个物件，因为你无破除物件，你永远伫外口咧想佛陀，你永远伫外口咧找伊的迄个名，你永远伫外口咧听伊的声音，因为你个叫做佛陀。你有发现一个特质，毋但是华严经，但即个华严经都是讲，如来咱讲一句咧，每一个人有一个如来智慧法相。咱每一个人有一个智慧，咱有一个如来即个智慧较上面内底，但你无法接触不能证明。这就是咧讲，咱每一个人同如来拢相像。我是我如来，你是感冒者，你是病者，恁来咱感冒，你和我拢相像，是安尼。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明嘛。是因为你妄想执着，你就得到如来发现，安尼尔。那远离妄想执着，一切自然地无所地就有天。即句就是咧讲，你有一个无所地，有一个自然地，有一个一切地，这就是讲你有家己一个无相正定正言内底。所以言学大乘法就是哪？就是你家己对无对，你因为你家己看到家己迄个物件。虽然讲出来呐，家己种一丛，人通咧看法，家己若找一道好办咧先门口。这个意思讲，你今日能得到你家己的自性嘅发生的智慧，你生活生人后面，拢无比你家己较结实。别人的物件是别人体悟别人，同你无关系。你家己会当领悟，你家己要体悟，你会当了解是你家己的代志。咁是安尼。所以这道理就是讲，咱爱家己，我讲真正，家己开发着家己的发现。所
所以呢，咱这个自性内底当中夫妻不乱，是要有气有乱。因为技术的因性嘛，分为六合性嘛，来地道人来讲嘛。哦，这个因性本来是清净嘛，但是佢哋色声，这个干意必失心意，这个用因嘛。但是用因本来就是一因嘛，但是这个一因本来是清净嘛，但后边啊，一点点用嘅，色声中意出，唔讲嘅，干意必失心意。干你呢变着色，干你呢变着香，干你眼耳鼻那个鼻啊，鼻两个汤，舌那个肌两个味，身肌触嘅外口嘅那触嘅，心去着决定梦想，执着这物件，本来就是一定就是用心，但是你念着用心以后。你变成色，那叫做十八界。十八界就是一个界限嘛。十八界就是一个，本来就一因成了后，这个一因就是清净一因嘛。但是因为咱无从一因清净，咱无从用因入六界，咱无从用智慧去看六界，咱用知识去看六界，用知识去入六界，所以。后边就啥？迄个色叫做分别，迄个色啦叫做分别意识，迄个色叫做分别。所以咱做完应该讲，六因入六界啊，色入色叫十八界。六因入六界叫做哪？叫做十二因嘛。就是讲六因入六色，这个就问题啊嘛。因为那个，因为你的理论无够，所以你要念对啊。所以讲这个因。万般叫念啦，叫做念，万般叫六点，万般念六点，念到到底，即回水，那你念着哪？念无咖啡色啊，念着迄个哪？我今仔三人念着乌色的，我是安尼念，但是你要安怎？比如今仔三无念，你要安怎无念？但是你伫即个内底当中念啊念你。历尽10万外年来，咱表面当中怎么样？无人抗议，这个啦，这个听人比较少听。你看咱想过一句人讲，讲山可以，后边有人讲性难改。你性那个叫做两性嘛，迄个叫做人性嘛。你这个性，你这是叫念叫做品性嘛，那叫做品性嘛，是不是啊？叫做品性嘛。你来讲这个世界叫做实性嘛，性嘛，你这个品性就是念这品性是坚实嘛，念嘛，精实嘛，精实就是讲咱性嘛，是不是？咱这个世界离坚实的品性甲现实的精实的实性，叫做两性。但是咱修道就是要把这两个理念。免啊，要去除掉。这个问题咱是无人用的，咱无人用的，把咱甲避免的物件去除掉。是讲，免咱第五问题，咱较少嘛知识，较含有知识。既然讲，因为你现在过袂去，咱6万外年来，迄个品性，迄个实情来讲，这个世界的实情继续去念。品性加实情等于什么性？品性加实情等于个性嘛。但是，品性加实情等于个性，这个个性叫做个性嘛，叫做我嘛，迄个人讲个性袂，这个个就是空调的，这个个就是空调，空7条的嘛，6万外年来空调甲7条的，唔应该咱过会生气。为咱休息啊，无修无严重，愈修愈严重，愈修愈执着。咱麻烦咧，执着咧，点么说执着咧，听见执着咧，今后可能有执着无些什么咧，但是
但是就是要去除咱的个性，我的个性就安尼个，我的个性来安怎？我的个性，咱的个性就是讲，迄个个性就叫做执行，迄个就是个人那个空调的嘛，或者空调的嘛，咱要甲大翻新，咱要甲大转变，要甲大转变，要怎转？大转变，这叫做转。这个转变，咱嘛做3天转4天，但是遐个能转了，袂说我放哪里？咱做嘛做袂过，听着感觉你转着安尼，咱拄着倒来，一句话你转袂了咧，你越来越嘛，你是惊听风语尔嘛，你是惊听讲袂歹尔嘛，你无真正行过嘛，无真正碰撞过嘛。你若真正了解这个转变是怎转身转变，真正转变，我今日面对着事情内底当中，我真正稳定下来，安住会了。你若是真正心情呢？你若是真正你有心情呢？毋是我道你讲我错的，讲我错的就出过就倒啊。所以呢，过去就不想来出过那讲在你讲我惊死啊！大家做甲小死啊！即句话就是讲，你毋是咧笑什么？即句话就是来讲，咱有完人只要先作取用。虽然都讲道理，但是咱只要先作取用。因为咱咧讲的道理叫做哪？叫做识。因为你识，你讲道理是你的知识，你的知识咧讲，毋是你的地位咧讲。毋是真正像做地位咧讲的物件，因为地位咧咱应用着足济咧迄个是非迄个物件，因为靠你遮就无听，因为地位我拢化解，地位会化解哦，但是知识是无同化解哦，知识是因分别愈来愈细，愈来愈分别哦，愈来愈厉害哦。所以，咱做人讲要转世成智，就是讲你真正还顺利过，那是你现在咧修业。无你安怎，你拄着代志要转袂掉。要做到你的自信，无痴无乱，无痴无乱啦。后边有安尼讲，念念发体关照，有这物件，有悔、有痴、有乱，这物件走袂出来。念念发体关照，袂出来。你看别人来出来，那就讲我在讲你下底太公平，那你先讲的，有悔是非作罪，有痴，就你听袂落，乱安定袂落来，对，定规，这无功夫来去，里面念念发这关照，你念念就细念的，你念念。就咱咱就所念就咱叫做咱切念，拢叫做众生念，叫做众生念念。但是咱咧佛的念念念，佛的念念就是清净，佛的念念就是佛的超清。那叫做净念，清净是净念。净念，你伫念念内底当中，你无受着，你无一句是因为叫外错别物件，叫做哪？净念嘛是解释，叫做净念。你或者读一个请，所以咱甲你讲，念念我就讲讲，伫你的自信经的内底当中，迄学问拢无呀，你就去头笑啊，时机不离，关照，即个日头，自信咱常咧讲的，日头的出现。这光的地位，这光是去这光是要温查条的，伊那会走入去迄个。这光若去学问若甲买掉的，什么叫学问？有非、有痴、有乱，这个叫哪？这个叫学问啊！你这若拢无你这个地位，学问拢无千工有水是千工关，万里无是万里天。你都拢无去学这个杂条的呀，这个
唔免啊嘛，因为我这个时间你能够找机会，就我上面讲的，咱如果这个所在一定能够靠咱，你要找哪有这方便？是不是？你看到上方面你若要去找物件，你唔去找物件，因为表面分明，你清清楚楚啊。所以这句话就是安尼来解释。后边咱讲，念念发这关键，就讲咱的自信一定家己起了迄个地位功用啊，唔免得别人物件。哦，念念就是你家己娱乐市场的内底当中，你都无去外耍嘅，所以你想利发想，自由自在。这句话就是讲，想利发想要注意哦，以前为何不灵？如何是不灵的？如何要咱离开掉不灵这个义理？但是因为咱就是讲，想利发想，发想就是义理啊，安听啦吼。但是你今日你若有入去以后，你发想不条咧，安尼叫做执法。若有讲嘅执法，你毕竟修就是讲啊，人愈修愈无明理，啊愈修愈无啊。问题是在个所在，因为你的执着领域，你执着这你的物件，所以你有法度通达到不留意，无非无痴无乱，你当想利发想。利发想在内底当中，无叫发想法嘅，安尼叫做想利发想，唔是叫人慢慢看道理哦，安尼个唔对。我学到尾啊，人来讲道理我讲听，想利发想，后几日人讲，你若到你有谈经，我讲听，按想利发想，后几日人要开始办，我讲听，想利发想，敢是安尼？不听为清净，不听为清净，无听为清净，唔是这个道理。听理不乱，言不乱，你这个发想中的内底当中，无叫发想法嘅，无去这里发想，叫想了想，自由自在。这个自由自在就讲来去，就是咱之前讲的，清康有水清康法，万里无云万里天，自由自在。你迄个无叫一切物件来做的。所以呢，你已经达到哪？达到本自在菩萨。你达到本自在，你达到你家己自在，无互一切甲你影响嘅，或者叫人绑嘅。咱上好出句讲，人在讲无心不由己，心不由己就是要绑嘅。是安那个心活动通达如来，是安那个心活动自由自在。因然怎讲？因然就是因何？因然乐意。我学到我去留意，我去留意，我到学愈济，我就识愈济。我的时阵呢，这个识愈济，我就来做功课，我来做自在。我怎讲道理，那是叫人绑架。其实大家拢相像，是你的识较强，你有去看一个文字，其实来讲识越多，后边过来讲。成佛白，无代表你的识多，无代表你的地位有起来，咱来了解。而且咱的身份权讲的一堆，但是咱有法度靠迄个实相做出来的。所以咱迄个不能无从无所谓内底当中，第三无所谓咱来讲实行，第二个无所谓个实住，第二个无所谓叫做实信，咁是咧。对行当行为，主当行为行就是你喺度行过，你已经心已经未乱啦，识主按处条了啊。你对真理的实相有了解，但是你的心无改变，你是要袂拄着。到了你的实行行过，咱真正看出你的功夫。迄个行过了后，就是人讲出来，人讲行一顿，迄个栽一顿啦，不如行一笑啦。栽一顿不如行一笑，意思是我知影一顿啦，不如行一笑啦。伊个一顿是方法，是你知影尔，但是你无行啦。我即摆讲就简单的比如啦，我知台湾伫咧行，但是要未学到以前，比如我嘛毋知讲什么叫做法，嘛毋知去变去读迄个表面法。是毋是安尼？是不是这个
不了解我本嘛拢唔知影，但是我经过学我了解我知影。那你知影咧，就是讲你知影台北几多行，你就不说我哋行行，但是哦，但是我想讲，你是知影咧，你按这个是名咧，你20年你未开始行咧呢，但是你20年到台北你有开始去台北唔知咧，你敢知影？这段路啦吼，我去台北几回，拜六啦吼，我记得我是。爱上用1点钟的时间出门啊！啊，若要去到个现在高铁呢，一般点只35分，我咧去就到啊，都爽的。但是我用1点钟就出门，所以5点钟去到嘉义，去到你新年再去迄较早收费站要去开始塞车。啊，本来要是10点32分，11点32分咧，甲看看啊，这个叫袂赴啊，袂赴啊，安尼，然后啊。他说不能是个好吃好食，就是大家都时间让他节制了，就把你，把你踢枪。啊，好讲再讲，我差点面呢开始，车开始咧叮当，我想人叮当就希望安尼所以开始行，我行去到高铁了后，车迄个走去，我票之前就买好了，去到迄个原来店了，迄台火车高铁多2点半的等。我含什么人？我含村票啊，2个人我飞去高铁顶了，迄个地方开始行。伊咧也等我，毋是我等高铁哦，高铁等你15分，几分钟啊，伊就走。我去大理高铁顶我开始驶行。我即摆咧讲意思是啥？咱咧算个时间啦，家己算个时间1点钟足用的啦但是这段咧变化你知影无？你唔知影。今日记得电视你有看无？伫迄个88号，女老师啊被押车，但是咧当中离迄个88号当中我飞即个T棒啊，迄个T棒我只4.5公斤啊，飞起。啊，个T棒怎写对迄个女老师的迄伊的飞车，我写对伊飞车头前面，我写对头旁边。迄女老师很漂亮。演唱会啊！伊你们不讲讲嘅，这80岁，这80岁啊！我要来教到我倒来。啊，伊泰山我行去到半路当中，迄块铁啊，飞起来了，我写对伊的做咧，写对我很漂亮，做对头发。你若写对副教做咧，无一个人，我写对伊教做我伊坐是应该是一个人，漂亮。所以咱人生，咱无行过，咱哪唔知影？无行过，无代表你教。什么叫做正道？正道唔是讲我做人对你叫做正道。正道就是你今日去面对嘅一切事上，你安住嘅好势，你真正有了解世上嘅道理，你无去一切事上甲你安放掉，你已经达到内涵，你已经达到元气，完整嘅内涵。所以今日。学过内底当中，一定要到自由自在这个物件，就是你家己一定要行。所以众怀真德，有会就会这个叫做种这个叫做种这个叫做母啦这个叫做种这个叫做种。种就是讲东西啦、北中啦东西啊，就是讲历史的修正内底当中，无论你行东西去到海南北，拢做地土，拢做无碍啦。就跟讲离这个宇宙上下纵横，伊讲到纵横啦是的，就是讲无受到一切安尼影响，即句叫做你解说。好，又有可能对不对嘛？你说你有问题啊！你难道你个问题做一个物件呢？所以大家叫做无碍，人类新世界叫做无碍。你难道你入一个叫做唔通做入一个叫做灵异，唔通做一个，所以来讲，什么叫不灵异？爱看好，这是一个不灵异，不灵异。你靠
一个义，这个义就是倒一个物件嘛，有一个义理，义个有一个义理，啊那呢，你有法度达到哪里？有法度达到纵横一条无？伊有义理，后壁就不义理嘛。这两种不是叫做对立吗？这不是叫做绝对，不是叫做绝对，不是叫做绝对，这个对立。有一个义理，就有一个不义理。这两种当中叫做哪？叫做对立。啊，有这个叫做义理，叫做果相；不义理叫做哪？因相。后壁倒一个哪？众生相。后壁倒一个哪？寿者相。所以这物件就安尼造出来。你有一个物件，就有一个我；有一个我对后对面，就有一个不义理，有一个义理对一个不义理。按这个对立，二元对立，有这两个对立起来，有这个众生相。这种是叫做分别，有一个分别起来了，就受者上叫做执着，叫做执着。哦，所以来讲，如何不离离？伊叫你说有一个离离的对，安尼咱应该听了哦。所以你何有，我应来讲到自信无鬼、无痴、无乱，念念发作，完全相离法相。袂使执法上哦，相离法相，离法相这内底当中不执法相，自由自在，纵横一流。安尼有，搁有一个什么人好啉？安听我啦吼，好一个什么人好啉？无啊嘛，就跟人你心作修行了无平啊，你等于找一个物件看你家己啊，你自在何必搁找一个物件来所以你不定啥哩？我靠，小弟弟，我过去这个香啊，这个这香啊，总之我这个你若这40神啊，40神啊，这什么物件？因为对于做作最麻烦，啊，听讲甲你讲，显示一个哪？显示一个方法，全话，咱会了解，拢是一个全话，迄毋是叫做实法，迄毋是叫做实法，但是个方法就是。我找到这个物件，要让我的心会当较清净。哦，但是你若咱来去设立，就看到这个指标叫你迄个什么相，安尼叫相来法。哦，所以呢，当时咱当做环境来讲，离心相续，离自相即，相相无我，迄个相就是相啊，一定要了解。后边一想，想就是一种的元气的物件，咱一定要正常你来听的。想就是一种的功夫，迄个想就是不想，但是你用自性咧用这个想，你无叫想北的，安尼听无？哦，咱无叫想北的，想真正就是因性啊，即是不想。一切因缘所起的物件，你若当用自性来用这个缘，你个缘是一个方法。全话啊，因为是方便方法，比方今日我唔识电脑，即嘛是一个方法啊。我电脑我袂当讲安老恁听咧，是毋是安尼？这拢是着，但这个歹咩？歹啊。所以咧进出，这拢是一个方法，方便法，啊，一门厝起来，咱来当多少？但进出会歹咩？所以不能咱来讲，凡所有相，拢该是希望宝贵是上的物件。所以这点呢，了解吼。